新竹在地有100多年历史的北管烟社新竹烟是重要北管文化资产。其中伫顶头上头前的彩排、托顶、路管甲高架，各互市府指定做古物。但是因为时间久，这个古物开始有损害，修复师2019年开始修复工作，最近是顺利完成。修复师傅用细机枪啊，达到甲彩排顶管的营业清调。过程中，师傅把镜顶管佮挂着焊镜，完全唔敢大意。新竹中和宫传统北管戏曲新乐演，徛伫顶头上头前的4点金，包括彩排、兔顶、罗梗以及高架，经过文献调查研究修复，即马重现伫大家面头前。北管出阵哦，就是兔顶最头前，过来就彩排吼罗安尼吼，过来就是鼓哦，所以讲有罗梗啦吼，高架安尼。或者新乐演吼，也有100年或者演阵哦，所以较早古早所雕刻出来的物件，因为年代久的时阵，所以讲拢有淡薄仔损害。先进行了调查研究，然后再进行了所谓的提报古物哦，就是4点金的古物提报到新竹市文化局，经过审查指定为新竹市一般古物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修复。负责修复的师傅指出，4点金内底每一项文物拢是超过100年以上的古物，尤其顶头幼路的雕刻，要修复有影困难度真高。我们在选择这个修复的材料上面的话，就要非常的谨慎，因为比方说我要在维持它骨架就是骨架健康的情况下，就它结构安全的情况下去选择一个适当的材料，但是这个材料是可以被移除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要考量的点。中和宫主委表示，修复好的4点金目前保存伫中和宫，开放予民众参观。除了4点金以外，还有展出真侪新乐演的文物，因欢迎大家做伙来明白北管文化。记者朱君和新竹报道。